因材施教嘛是互咱一种讲咱若要甲人导人时转人的时阵，我们也是要因材施教啊，所以孔子也是我们的老师。那么圣贤王阳明，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哦。王阳明他有良民心学，也是王阳明现在也已经求道了求道了。那么伊的知行合一应用真侪人到了，那么伊的知行合一应用真侪人，日本有一个企业叫做稻盛和夫。稻盛和夫较早伊嘛是经过破产，经过一个很低潮的时间。那么伊讲伊是良民心学，看到王阳明的书籍，了后给很多的启发，所以他从低谷又跑了上来。伊领悟一件代志，是讲咱一世人，因为伊若是90外岁才转去的伊嘛有写做侪册。伊讲咱人一世人要修的，就是讲，咱人要走的时阵，比咱来的时阵的灵魂搁较悬的存在。这是稻盛和夫伊读这个王阳明心学了后，伊感觉伊的心得啦，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叫咱嘛爱修。伊做企业家，做咱遐尔有钱伊嘛是感觉讲伊的灵魂必须要培新，爱培新。所以圣贤也是我们的老师。所以古时候说，学圣贤之道，要观其已然，知其未然，尽其该然，顺其自然，可不要茫茫然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讲，咱看圣贤所行的路，看伊的行为，看伊到最后的成就。如果咱踏着圣贤的脚步，照伊安尼去做，咱嘛会当讲去预想到说，咱以后会成就啥物，这句话的意思。那么尽其该然，顺其自然。咱应该爱做的，但是素本位，素其位而行。